Hello， 囡仔兄囡仔姊，我的飞行图书馆内底有真侪足好听的故事哦，咱做伙入来看卖咧。精彩，乐乐的飞行图书馆，小酒来去 ，follow me， 陪你看全世界里，哔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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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Thank you， 人就过来，哔哩哔哩哔哩哔。广告要开始 ，Are you ready？ 乐乐的飞行图书馆，起飞。欢迎大家啊，来到乐乐的飞行图书馆。嗨，乐乐你好，嗨，囡仔兄囡仔姊，我是最爱讲故事、讲故事、念故事、唱故事的德雅姐啊！德雅好，德雅姐啊你好，只要是德雅姐啊写的故事，阮拢介意。今仔日德雅姐啊要讲倒一个故事咧？当然就是阿贤兄妹灵感屋第3集《爱困神魔咒大作战》。哦，我知影点心屋是卖点心的所在，啊，灵感屋到底是啥物所在啊？灵感屋就是卖灵感的所在啊！哇，听起来敢若足厉害的。不过啥物是灵感啊？灵感就是办法啊！原来是斗想办法的所在哦。头家是啥人啊？灵感屋的头家就是对小型青来的阿贤兄妹啊。好心情、歹心情，农村环境零光临，笑眯眯，气泡泡，大家拢来灵感屋。阿贤哥、妹仔贤，不是啥物拢会晓，小灵感、大灵感，献予大家试看卖。妹仔贤是小型青的小天才，头脑精工，诗词歌艺，逐项拢总来。阿贤哥是小型青的粗饼贤，真好喙斗，饭面包啊，逐项拢食。家师，我想要去找阿贤兄妹，斗叫一个灵感爱偌济钱？若是一个细灵感，干那一个银角角，挂一个笑容；若是一个中灵感，算你一个银币，挂一句俄罗话；若是一个大灵感，就爱立一个金币，搁挂互相揽一个。安尼，有真侪人拢会来找阿贤兄妹灵感屋，请因兄妹啊斗相共是无？对啊。泰山最近就来找阿贤兄妹斗相共，哪会安尼咧？因为泰山最近伫树林内底咧画哦咦哦咦哦咦哦的时阵树林内底的动物拢唔插味。恁大家敢有人知影？泰山抾树藤，你要对一丛树丛喊到另外一丛树丛的时阵，伊是安怎咧画的咧？哦咦哦咦哦咦哦！无唔对，所以咧，阿贤兄妹伫灵感屋内底，请泰山哥试画一解，互因听看卖。哦泰山安尼画一个，店内的动物就拢走来泰山的面头前坐正正。譬如讲，店内店狗咖喱、兔仔、吻翅，阁有阿贤哥，伊拢踮伫泰山面头前坐直直，阁飞来一只粉鸟公。泰山的叫声阁不知影啥人。所以泰山就好奇，树林内的动物哪会拢无爱插味？名仔贤就甲泰山讲。这后壁一定有啥物原因哦。较早你有话休，因就会走我啦。了咧，泰山就讲：无代志，无代志，我咧试话休看，阁有啥无？恁会使转去啊？我咧，大概拢安尼哦。对啊，泰山有时阵阁会讲：
既然你拢来啊，无得来甲我抓人啦。最近更加足酸的啊！恁感觉到尾啊是安怎遐个动物拢无要插泰山呢？泰山大概喊因来，结果讲，其实我敢若是话无聊的尔，过来因就感觉足烦的，都无爱插伊。就是话说了，嘛无互因创啥，搁爱家己服务，就会感觉足烦的。恁讲甲真好呢。毋过伫恁感冒的时阵，明仔嫌找到一个原因，伊甲泰山讲。你爱诚心对待别人，别人毋才会诚心对待你。紧转去甲因大家会师咧，讲后摆若无紧急的代志，袂阁凊彩甲因休，安尼伫咧真正欠骹手的时阵，因就会出现啦。泰山听甲喙开开，用点一起的喙伫遐叽叽笑，佮讲：听起来是一个好灵感呢。泰山甲一杯金蕉留伫灵感屋了后，就转去树林内啊。毋过窗仔外尾爬来迄只粉鸟公，也是无愿意离开，伊一直弄无咧，哭哭哭。粉鸟是毋是嘛要找阿贤兄妹求灵感？伊嘛毋知影。毋过因看粉鸟一直咧弄无咧，一直弄，结果哭，煞伤大力，颠倒甲家己弄甲昏去啊！大家甲粉鸟围咧，看到伊骹顶悬有甲一条纸条啊，这应该是一条批，批一个拍开，竟然是写。运动下全部大俗买，紧来买。就笑诶！原来是伊无说哩，骹去念着广告单，佮看另外一支骹，顶悬同款嘛有绑一张批，毋过这张批有足侪字，煞拢写毋对去。我来读这张批。电子屋头家你好，当恁看到这张批的时阵，阮应该拢困啊。因为阮中无酒，若是每人来甲阮叫醒，阮会阁困100牛。故阮甲公主叫醒，然后想一个电子，互伊莫阁倒转去困。拜托拜托，北国国王敬上。我感觉恁大家应该无法度找出这张批内底有啥物字写毋对，因为伤困难啊。找会到啊，电子屋的电，当的当，搁有迄落救阮的救，写作句，搁有魔咒的魔，拜托，你写作牛。我敢若发现一字毋对，恁竟然全部拢找到啊！拄则迄是一张讨救批，阿贤兄妹甲阿爸阿母即届咧，就爱去皇宫出任务啊。阿贤兄妹爬入去困美人的房间，内底除了眠床顶咧咪咪困的爱困美人，连国王、王后甲3个大臣，嘛伫涂骹兜困到歪哥气喘。含要来救人的王子，嘛甲记来揽咧汪汪困。足恐怖的魔咒！阿贤兄妹摇困美人的境界，真神啊！毋管伊安怎甲摇嘛摇袂醒，安怎甲休嘛休出困美人咕咕叫的声。敢讲拢无办法。所以咧，阿爸提出一个安怎切嘛切袂掂的乱情啊，互伊大声亮，大家拢去暗耳孔，敢若困美人坐起来，伸手摕乱情啊，甲等去窗仔外，而且拄拄好等入去伫外口等咧哈气的喷火龙喙里，喷火龙甲乱情啊吞落去。就安尼，后摆若是听到乱情仔声，就知影喷火龙来啊！阿爸失败啊！即马换阿母出动啊！伊提出火炉，伫困美人边啊烘面仔糖。足香诶！我嘛闻到香味啊，我嘛要食。困美人舔开目睭，阿母甲面仔糖用饼咬咧，伫困美人的鼻头遐摇咧。公主竟然甲饼抢过手，伸入去喙里，纯闻一个又搁咧困啊，而且食饱，颠倒较好困。大힘队失败，哇！囡仔队进攻是无？阿贤哥伫困美人的脚趾后，发现一支锁匙啊！房间内底有真侪拖，毋过干那一个拖锁掉的，迄就是公主的主导。锁匙转落，咔嗒，拖都拍开啊！内底有一本日记。明仔贤甲日记拍开，详细甲看咧，发现内底写上侪就是无聊。
今仔日学安怎好了讲话，足无聊诶。今仔日学安怎好了跋倒，足无聊诶。晓得咧，是昆美玲找魔法机啊，用魔法互伊困100年。讲安尼以后毋免阁过无聊诶生活，哪会安尼？毋过即个魔法有一个欠点，就是若阵有人甲困美人叫精神，时间超过10分钟，魔法就会失功效啊。所以爱想办法甲公主拍精神超过10分钟哦。恁大家敢有啥物好灵感？安尼恁无聊的时阵，敢有啥物好灵感会当互家己袂无聊咧？无聊就是无聊啊，做啥物代志拢无聊，等伊过去就好啊。我拄着无聊的时阵，拢会去听音乐了，对音乐跳来跳去，你会用伫试看觅？做一寡实验，譬如讲危险的实验，亲像考拉掺万刀珠。考拉掺万刀珠，哇，迄比甲阿爸鞋仔藏起来，加足危险的呢。我的发明有了机器，伊内底物件该有的拢有。有了机器 ，OK， 假使你做出来啊，我一定要买一台啊。多谢。恁大家敢有想要问老师啥物问题？我想要问老师，你是毋是照妖鬼神的？因为伫内底有足侪只的，如果遐实在是，互人看甲流喙烂。对啊，我是爱食神，我介意食泡芙，我介意啉可乐。是安怎大型队会看囡仔队无够重？大型队就是因爸母，爸母定定会讲囡仔毋捌这袂晓迄，恁是毋是有即种感觉？对。是安怎有小王子？什么小王子？第几啊？第50几啊的时阵。是伊哦！哇，恁竟然发现即个小王子，就小王子伊一直对咧阿兄兄妹后壁，一直偷偷咧甲因观察，想袂到互恁发现啊！可能1万个读者内底，敢若一个会看到尔。嘿嘿，我嘛有看到哦，这本册真正足好笑，较早摕互公主看，伊应该就袂爱困啊。多谢爹仔姐啊，今仔日来遮佚佗，拜拜。拜拜。囡仔兄、囡仔姊，影片看完啊，有介意今仔日的故事无？爱记得互目睭休困一下，后摆才阁做伙来飞行图书馆听故事。拜拜。